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趣味的画面，在新营真正来叩门咯。这是发生伫新竹市的建中路，一间菜馆行的大门口，有一身官方的在新营的红仔，本来应该是面向大路，但是因为风真透，把这个在新营吹甲180度转向，煞变做面来对门口，搁一直咧震动，看起来都袂输是在新营来弄门共款，民众拢讲有够趣味。 笑甲嘴啊，绿细细的在新营倒手摸一大粒金元宝，正手就亲像伫咧敲铁门，碰愈头就愈骨力伫咧敲。蛮有趣的，好像财神要到他们家了，要进去了，他要送钱给他了。可是他门关起来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可是他就是一直在敲啊！我给你送财来了，请开门。在新营孤单一幕，高屁寒，倒伫咧涂骹，无人插，就亲像囡仔共款，真敖张。在新营坚定想要入人门的心，互人看甲起爱笑。还蛮有趣的，也许会有头奖之类，今天也许会开。我觉得今天应该会蛮多人来。新竹市建中路的菜馆行门口菜官方的在新营真够吹，网友翕影片铺上网，无够一天就超过10万人次赞。留言讲第一摆看到在新营强表要互你发财，有影点过一个开门，心里就抢我来。就在那个柜上面看到，然后财神赶快敲门要进来嘛。那进来这里边就是有财运有福气，我赶快过来买啊，一早就过来了。 所以也是专程过来这边的。对啊，财神敲门赶快要进来了，我当然赶快过来啊。这边的风很大，所以他就有时候会一直吹，然后就转身了。有客人来刮刮乐，然后直接就中了1万块。过年前，菜馆行步数真短，拢会伫咧店里店外请来在新营或者是古水的招财猫仔来添好运，希望向大家来遮试手气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